大家好，我係 Noah， 歡迎返到嚟我嘅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套比較少人談及，但係又非常有力量嘅靈氣系統 Sakara Reiki 太陽金光火焰靈氣。你可能聽過臼井靈氣、Karuna 慈悲靈氣或者天使靈氣。講到埃及嘅靈氣呢，可能會以為係 Sakam 系統，同樣都係嚟自於埃及。Sakara 呢一套系統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好陌生。好啦，今日我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套靈氣係啲乜嘢嚟，以至佢同中央太陽同埋火元素嘅關係。Sakara 呢一個字係嚟自埃及最古老嘅金字塔區薩卡拉，位於開羅以南。傳說呢度蘊藏住連接宇宙能量嘅古老智慧。Sakara Reiki 嘅能量強調與宇宙中央太陽嘅能量連接，以火元素為主軸。呢一種能量好純粹、好直接、精準又紮實，能夠喺短時間之內幫我哋做到清理同埋療癒，唔單止係身體，包括情緒、能量場，甚至靈魂層面。中央太陽 Great Central Sun 喺好多靈性傳統裏面係指宇宙嘅能量同埋意識嘅源頭，象徵無限嘅光同愛，係所有生命力嘅中心。當我哋連接中央太陽嘅時候，就好似將自己接上宇宙級嘅充電器，能量純正而且強大。咁火元素又係咩意思呢？火元素代表進化、轉化同埋覺醒。你可以想象佢係一團神聖嘅火焰，可以燒咗我哋一啲唔需要嘅能量、負面情緒同埋一切嘅阻塞，幫助我哋重新獲得力量同埋動力。火元素嘅能量好直接㗎，清理同埋療癒通常都比較快速同埋明顯。最明顯嘅分別就係佢嘅能量質感。Sakara 嘅能量比較燦爛同埋熱烈，而且帶有一種非常強烈嘅清理同埋覺醒感。每一次嘅練習唔單止幫自己清理，仲好似幫自己打開咗一層層內在嘅鎖，俾我哋更容易接觸到靈魂深處嘅智慧。同樣都係來自埃及嘅靈氣系統 Sakam 靈氣係連接住中央太陽火爐嘅外圍，而 Sakara 係瞄準火爐嘅中心。Sakara 嘅顏色係藍綠色帶金光，以物理度角度嚟睇，藍綠色嘅火係最高溫度。呢一套靈氣其實好適合想要快速清理能量同埋情緒嘅人，想深入探索靈魂自我嘅朋友，或者對埃及神秘學能量療癒有興趣嘅人。如果你一直都對靈氣有興趣，想試下唔同嘅能量系統， Sakara Reiki 係一個好值得探索嘅選擇。佢唔單止係一套療癒工具，更係一段自己同宇宙連接嘅旅程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，歡迎喺 Instagram 嗰度留言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